你在恋爱脑的那几年，有没有因为爱情付出过什么惨痛的代价？快！病人意外流产，需要立即进行清宫手术。家属在哪？需要我们帮你通知家属吗？我没有家属，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在包里面，直接登记了。罗小姐，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孩子，我的孩子，抱歉，你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就已经没了。你醒了，氧气就不需要了。对了，你的手机和包给你放到床头柜上了，你还需要住院2天，你看要不要叫家属或者朋友过来照顾你？那你就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身体养好了，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娄秘书，限你半个小时内到西宫。文总，我今天不太方便，我在。文廷州，我们的孩子没，可这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76，哎，文总，娄秘书，你迟到了3分钟。娄秘书，你迟到了3分钟。文总，好了，我不想听你废话，现在履行你首席秘书的职责。娄秘书，很早就跟你说过，女人太能干了不一定是好事儿。瞧瞧你们家文总多偏心，舍不得娇滴滴的新欢被我们灌，还要大老远的把你叫过来喝。苍月姐，对不起，我不会喝酒。你不用道歉，本来就是他无故旷工，要不然今天这个酒局就该他来喝。还真是偏心。文廷州，我跟了你3年，你何曾对我温柔过，哪怕一瞬间？苍月姐这么喜欢工作，肯定是因为今天有事才没有来。都是我没有用，不会喝酒，不然也就不会麻烦苍月姐跑一趟。没事，乖乖女就该喝果汁，喝酒是娄秘书的事。文总还真是怜香惜玉啊。可不是嘛，娄秘书跟了你3年了吧？没见过你哪次带他出来应酬让他喝果汁的呀？大姨妈来了都得喝酒。那不一样，娄秘书酒量好，喜欢喝。娄秘书，我说的对吧？原来我为了你的声誉，将自己喝得胃病吐血的时候，在你看来是因为我喜欢喝，多可笑！我自以为是的付出，只是个感动了自己的笑话。文总说的对，我一天不喝浑身难受。来，徐总，陪你走一个。来来来，你困了，要不我先送你回去？我不困，我想等苍月姐一起。好，那你先眯一会儿。原来3年的陪伴，真的比不过3天的欣喜。文总，我到了。苍月姐好像喝多了，不太舒服，您先送她回去吧。好，你早点休息。文总晚安。晚安。
숨막힐 듯한 이 어둠 속 말 못할 비밀들 그 모든 진실은 감추고 잠시 홀로 헤매어도 외면했던 세상 앞에 주저없이我今天不太方便。扫兴。文总这么需要的话，刚刚怎么不带白佑过来？你不是看上他了吗？你看出来了？还是大学生好，初入职场，不谙世事，又干净又好调教。怎么？你吃醋了？文总说笑了，我认得清自己的身份。你能这么想，简直太好了。过来，帮我洗澡。抓住他！快开！抓住他！臭娘们儿！你爸妈已经把你抵债给我，还这么敢跑？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爸欠的钱，我会一点点慢慢还上的。还？你一个还没工作的学生，除了这张脸，你拿什么来还？啊！带走！放开！哪来的臭小子，钻老子的闲事儿！给我上！人！小心！我！给我等着！走走！你没事吧？先生，谢谢你，你的伤没事，小伤而已。倒是你，需要我给你报警吗？文丁州，有时候我真的宁愿你当年没有救过我，那样我就不会被拉出地狱河，又被踹进深渊。冷秘书早。早。罗姐早。早。罗秘书，这份合同出了点问题，你看。这里小数点打错位置了，5000万的预算直接变成了500万。这份合同好像不是我做的，是新来的助理白佑做的。我知道了，这个错误我来处理。你傻呀？这么重大的错误，就算能补救，也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又不是你的错误，你瞎给自己找什么麻烦？我没说要自己担责，谁做错的就应该谁来承担。何况公司有规定，员工入职不满1个月出现严重工作纰漏的，可以直接辞退。文总，什么事？来我办公室一趟。
Nobody knows what you 속에 감춰왔던 Nobody knows 解释，文总要我解释什么？为什么辞退他？华纳的合同是他做的，小数点放错了，报价直接减少了10倍。好在客户和我们关系不错，愿意重新签订一份正确的合同，否则这笔订单我们亏损巨大。按照公司规定，新员工入职犯下严重错误的，可以直接辞退，并且保留追责权利。对不起，是我太粗心了。合同给我。这份合同的签订日期，正是你无故旷工的那一天。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份工作也不会让白佑一个新人来做。所以你的意思是，责任在我？所以你的意思是，责任在我？你是秘书室首席，总领秘书室，底下人犯错，不怪你怪谁？且不说他入职的时候我请假不在公司，就说他不会，可以找别人，或者干脆放着等我回来。他既然自告奋勇，又自作主张，错了就应该承担责任。何况秘书室的人，要么是院校专业透，要么有出色的工作履历。他一个艺术专业的应届生，本就没有资格踏足。如果我非要留下他，秘书室人员饱和，文总要留，就重新给他安排职位。既然秘书室人员饱和，那你让我给他。你说什么？文总，这不太……丰城分公司的项目你来做，没做完之前不准回总公司。不用了，文总不用赶我走，我和碧云集团的劳动合同还有1个月到期，我自己会走。娄苍月，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我的态度就是我不干了，我不伺候，不伺候。娄苍月， 심장에 박힌 차디찬 말을 가린 채 너라는게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这个工作狂居然会在工作日来找我。谢谢，我打算辞职了。什么？我的劳动合同很快就到期，我不打算续约了。你跟文听州吵架了？工作变动，聚聚散散，常有的事儿。行吧，这样也好，毕竟你和他的关系太复杂了，既不是情侣，又不是单纯的上下级，一时纠缠不清的话，你会吃亏的。我知道。哦，对了，前几天顾家的人找我来打听你，月月，要不然你……谢谢，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回顾家的。为什么呀？你是顾家的亲生女儿，顾家又是海城首富，你要回去的话，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想享受顾家的荣华富贵，就得付出代价。我已经被养父母卖了一次，不想再被亲生父母再卖一次。那下次顾家再找我来劝你，我就直接拒绝他。谢谢你能理解我。我们是亲姐妹嘛，干嘛说这些啊？下来，不要逼我直接上去逮你，我怕你会在你闺蜜面前失了体面。谢谢，我有点事要处理，先回去了。啊？清宫手术，月月流产了。最近翅膀硬了，龙蜜水。最近翅膀硬了呀，龙蜜水。文总有什么事吗？上车。文总，我想我必须得提醒你，我已经不打算和碧云集团续约，
您不能命令我做任何事。劳动合同到期了，离职手续办了，合同1天没到期，你就还是我的秘书。文总一定要这样？你明明已经有了心，我们就不能好聚好散吗？你在质问我吗，娄秘书？上车。这种事情以后就不用找我了吧？你不是对白幽很感兴趣吗？找他不是更好？他和你不一样，他家教好，他传统，不喜欢婚前性行为。娄苍月，你敢打我？所以，温庭禛，我没结婚就和你发生了关系，我就是家教不好，放荡，不值得被珍惜，是吗？温庭禛，我怎么早没发现你是个混蛋呢？我和冰音的合同还有1个月，我会按照你的安排去丰城分公司出差，给你和你的新欢腾地方。这个女人手劲儿还挺大。喂，文总，顾家举办了一个慈善晚宴，邀请您参加，您要去吗？去。顾家，娄苍月，这段时间你去丰城避避啊。哎，你们听说没？刚才财务总监被文总叫到办公室大骂一场。啊？为什么？还能为什么？新来的那个白佑又做错了报表，文总宠他，要找个人给他背锅，财务总监倒霉，只能碰上了呗。哎呦，文总对他可真是够宠的，好几次我都见文总亲自接送他上下班呢。他不会要后来居上做总裁夫人了吧？嘘，你们可别这么说。哎，公司上下谁不知道藏月姐和文总的关系不一般？听说啊，都见过家长啊。文总不至于这么渣吧？不知道。上班时间都挤在茶水间干什么？我才出差了几天，不知道纪律了。藏月姐，你回来了？都回工位准备一下，10分钟后开部门会议。藏月姐，你的工位，我工位怎么了？温庭禛，我不过出差1个月，工位就被白佑占，是不是我再离开几天，回来就可以直接参加你们的婚礼了？藏月姐，你回来了。丰城的项目结束了，我是回来汇报工作的。对不起，藏月姐，我不是要故意占你工位的，我不知道你今天会回来，是文总的。我现在收拾就走。白佑，你不用收拾了，这个工位以后都是你的。藏月姐，你是不是生气了？真的对不起我。怎么了？文总，没什么。藏月姐从外出差回来，我现在收拾东西，把工位让给她。娄藏月，刚回来就在公司逞威风，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的权利？文总，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不怪藏月姐，文总，藏月姐没有逼迫我归还工位，是我自己觉得不太好，想搬走的。你不要生她的气啊！跟我去办公室。藏月姐，没事。
hard to breathe when I need you so bad that it burns. 1个月不见，有没有想我？文总，我们已经结束，结没结束不是你说了算。老秘书，你属狗的。我说过我们已经结束。我这次回来是汇报工作的，封城的项目已经结束，我的劳动合同也只有3天就到期。这几天我会在公司把工作交接好，还请你稍后在我的离职申请上签字。老秘书，你还在跟我赌气？赌气？因为白佑抢了你的工位，你违抗我的命令，自作主张去封城出差，你还指望我留着你的工位？那最好不过，只要你在我的离职申请上签个字，我立马走人。楼藏月，文总，当年是你救了我，替我还了300万的债务，但我也陪你睡了3年，可以扯平了吧？你就这么想我们的关系？不然呢？温庭城，今天我们就在这把话说开吧。我知道你喜欢的是白佑那样倾城小白兔，过去3年，我不过就是你寂寞时的消遣。你比谁都清楚，我不爱你，你也不爱我，不是吗？对，你说的对，你从来就没有爱过。看来你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明明早就知道这个真相，可为什么当你亲口告诉我的时候，心还是会痛一下？所以，我离职，皆大欢喜。离职申请，你提交上去，我会签字。那就提前谢谢文总。但不是现在。你和碧云的合同还有3天才到期，现在滚回去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温庭中那个臭男人连提前3天放你走都不肯，还要让你在最后3天做完一个大项目，这就是冷酷的资本家吗？无所谓了，反正我在碧云也就只待最后3天，就当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吧。也只能这样了。咱们可怜的打工人啊，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对了，月月，上次你走的时候，包里掉出来一张纸。藏月姐，你能来一趟活动现场吗？我有些东西不太多。我马上过来。西西，我先去工作了，改天再聊。有什么问题吗？藏月姐，你来了。是这样的，这几幅刺绣是在最后要展出的艺术品，有2根绳子挂着，到时候这2根绳子会慢慢脱落，然后这个刺绣就会从顶上慢慢飘落下来。我检查过安全问题了，但还是有点担心，想让你再检查一遍，以防万一。好。藏月姐，咱们公司做这种非遗项目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利润？这种项目从来都不是为了赚取金钱。哦，那就是为了赚取名声。好，我明白了。我们公司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宣扬我国的非遗文化，让老祖宗留下的瑰宝被更多人看到。是的，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次活动的发起者碧云集团的总裁文庭中先生上台致辞。哎，你怎么掉下来了？你看，小心！小心！小心！哦，哎，人没事吧？就是受伤了，怎么样？没事吧？就医生没有吧？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我真的没有事，文总。不过，藏月姐，温庭城，原来我陪在你身边的这3年时间，真的毫无意义。藏月姐，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受伤是自食恶果，你关心他干什么？自食恶果？
还请文总解释一下。这一次事故的发生原因是支撑刺绣花的一根绳子松动。虽然监控坏了，但是根据现场工人的回忆，事发之前只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停留，就是你。所以你认为是我故意弄松了绳子？那你告诉我，你没事去绳子旁边干什么？白佑说担心安全问题，让我再检查一遍。你没动绳子？没有。好像有，好像有。有什么？苍月姐，我就是想起来，你当时好像扯了一下绳子，所以我想……别害怕，继续说。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在那个时候不小心把绳子给弄松了？啊，文总，对不起，我不知道动一下绳子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阻止苍月姐的，可能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了。白佑，你再说一遍，我碰了什么？文总，苍月姐是不是生气了？我好害怕呀。我在问他话，轮不到你插嘴。温庭舟，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是吗？温庭舟，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是吗？那他说的哪一句话不是实话？文总，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可以查监控。你刚才没听到吗？监控刚好坏了。你喊够了没？自己犯的错，有什么资格凶别人？文总，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相信你。温庭舟，在一起3年，我原本以为你就算不爱我，也应该了解我的为人。原来你对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我说最后一句，我没有动过绳子，也没有动机去动绳子。还有，虽然监控刚好坏了，也难保会有别的证据留下来。你确定是我动的绳子？不敢说辞。苍月姐，虽然我一直都很崇拜你，也很想帮助你，但是今天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我不习惯说谎的。你确定亲眼看到我动了绳子？楼藏月，同样的问题你要问几遍？如果我找到证据证明是你在撒谎，你该怎么跟我道歉？赌一个巴掌，怎么样？有一个巴掌怎么样？苍月姐，你这样我好害怕呀。楼藏月，你闹够了没？你刚才不是言辞凿凿说看到我动了绳子，还是说你承认刚刚是在撒谎？他不会真的能找到什么证据吧？不可能，监控已经被我提前破坏，他还能有什么证据？肯定是诈我的。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露怯。我会为我说过的每个字都负责任。我当然敢跟你打这个赌，只是我不知道你还要查多久。今天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有那么多的善后工作需要处理，大家都很忙，没有太多时间等你。10分钟就够。安娜，能不能麻烦你去帮我找一个人？那个，大家好。他是谁？刚才在布置现场，看到他刚好在录视频，说不定拍到些什么别的证据。该死，我当时怎么没注意到有人在拍？那啥，罗秘书，我就随便拍了拍，不知道我拍的是不是你想要的，我也不确定。你们先看，我在外面等。说不定还什么都没拍到呢。白佑，你说亲眼看到我动了绳子，那这是什么？我检查过安全问题了，但还是有点担心，想让你再检查一遍，以防万一。好，你什么？我没有。你没想到我真的能找到证据，还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找到证据？怎么会那么巧？刚好就有人录了视频。若非如此，老苍院今天根本就……如果没有这个证据，我今天就不会这么快脱身。你是不是这么想？苍月姐，我没有。就算没有视频，我还能报警。绳子上有没有我的指纹，一验就知道。你用这么漏洞百出、愚蠢低级的招数陷害我，
凭什么觉得能成功？就因为有人能给你撑腰？你觉得我会和上次一样打漏牙齿或血吞吗？文总，够了！文总，这是我和他的赌约，我只是在履行我们的赌注，请问有什么问题？我做错什么了吗？他污蔑我，甚至陷害我，没准就是他故意扯了绳子嫁祸给我。如果今天没有证据，就凭他的三言两语和你对他的偏心，我就算跳进黄浦江，也会被人说成是畏罪自杀。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委屈？受了委屈我不能讨回来吗？一个巴掌而已，我已经手下留情。我承认是我说了谎，这一巴掌我应该受，但是我也没有碰绳子，视频里也没有拍到我碰绳子的画面。你说我扯绳子污蔑你，你不也在借题发挥来诬陷我吗？你有哪里比我高尚了呢？我也只是吃醋文总身边有一个你，所以我才一时情急之下说了谎。文总，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小心眼，不应该想着要是藏月姐有了瑕疵，变得不那么完美，或许你就不会那么喜欢她，就能注意到我了。我知道我的想法很卑劣，本来就是藏月姐先到你身边的，我才是第三者。你不是第三者。这件事情到此结束，差不多够了。原来老话说的对，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第三者。黄总，我和碧云的劳动合同还有最后3天，但我受了伤，属于工伤，不能再回公司上班。我会让医院开证明，一起交给人事部请假，以及申请工伤赔偿。还请你不要忘记答应我的事，尽快在所有文件上签字。楼藏月，你这是又想跟我闹？闹？文总，你想多了。我受了伤，不能被打扰，还请你们立刻马上离开我的病房。楼藏月，出去！邵时旭，你来做什么？月月，听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不用你看，你走吧。月月，没必要这么防备我，我就是担心你，单纯的过来看看你。爸妈听说你受伤了，也很担心你。不用在我这花心思，我是不会回顾家的。月月，你是顾家的亲生女儿，当年也只是意外走散，这么多年爸妈很想你，连做梦都想把你找回来。我们真的很爱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想扔我回去，不过是为了让我嫁给你，好把顾家名正言顺的交给你。你虽然是他们的养子，却是他们精心教养长大的，而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亲生女儿，在他们眼里确实不属于。月月，你误会了。你难道忘了他们曾经是怎么对我的吗？妈，就凭你一个出身低贱的丫头片子，也敢勾引我儿子？我没有，是商同学他……闭嘴！像你这种底层的女孩子，心里打的什么主意，我再清楚不过了。你父母没教你的礼义廉耻，我来教教你。马上把他开除了，否则我顾家收回对学校的所有投资。妈，不知道我身份的时候，说我勾引、开除我，知道了又强迫我嫁给你，你不觉得很可笑吗？至少待在顾家比待在文廷州的身边要好。我听说他身边又有新人了。月月，你的真心和自尊一次又一次的被他践踏，难道你就甘心吗？顾家永远都是你的后盾，如果你想清楚了，随时都可以回来。你休息吧，不打扰你了。可是我再不甘心，又能如何呢？
楼藏月，你还知道回来？环总，我是来拿我的离职证明的，人事说卡在您这没签字，烦请您尽快签一下。你真的想好了？是。别以为你在碧云当了几年首席秘书就很了不起，之前那是我捧你，离开了碧云，你什么都不是。谢谢文总的指教，但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楼总，环总，虽然您事理万机，但是我的时间也很宝贵，请您立刻在离职证明上签好字给我。你就一定要走？不是你让我给白佑上位的吗？啊，你真是好样的！除了这个，你别后悔。环总放心，我就算在外面流落到去要饭，也绝对不会要到你碧云的门口。月月，现在正是吃蟹的季节，有个朋友给我寄了好大一箱，我让厨房全做上了。晚上你和田州一起回来吃饭呢？伯母，就这样说定了，我再亲自下厨给你做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伯母，我月月，多吃点。怎么一段时间没见你，感觉你瘦了好多，这气色也不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没有，可能是今天涂的口红不太显气色，我回去就扔了它。再工作也得要照顾好身体啊。汀州，月月做了美甲，剥不成螃蟹，你也不说帮着剥一下，怎么跟你爸一个德行，一点都不贴心。瞎说，谁说我不贴心啊？这不，正给你剥着呢。真好呀，两个相爱的人能携手走到白头，真幸福啊。可这样的幸福，我注定不会拥有。汀州，你和月月已经交往3年了，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啊。谁说我和他是交往关系？谁说我们是交往关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们不是交往关系，那是什么？我的事情不需要你们操心。我吃饱了，先走了。你这臭小子，你给我解释清楚呀！你是想气死我吗？这小子从小被我俩惯坏了，一身的臭毛病。是，没事，环总说的也是事实，我跟他确实没在交往。月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董事长，温夫人，其实我今天已经正式从碧云离职了，答应过来吃这顿饭，是想亲自和2位道个别。过去几年，谢谢2位对我的照顾，以后山高水长，2位多多保重。怎么会这样啊？汀州什么也没说呀。是啊，董事长，温夫人，那我就先走了。楼藏月，楼藏月，环总，这是什么意思？撤销你的离职申请，继续做你的首席秘书，我就当一切没有发生。环总，未免也太过自信了。你凭什么觉得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我还能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和你继续共事？楼藏月，我只是在给你机会。不必了，把机会给白佑吧。你不是和白佑打的火热吗？现在来碰我，不觉得很不忠诚吗？工具而已，怎么能谈得上什么不忠诚？温廷成，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잠시 동안 적시는 그런 비가 아니기 간절히 난 바래와 我去，你真辞职了？你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开文庭州吗？怎么我辞职了，你反倒觉得我冲动了？我是很希望你离开他，没错了，但你真的离开了，他竟然连个像样的挽留都没有，我替你感觉不值。无所谓了，反正以后桥归桥，路归路。那你要再找份工作吗？其实我还在封城的时候，就有几家公司通过猎头联系我了。这几天我就去了解一下。对，赶紧无缝入职新公司，气死文庭州那个王八蛋！文庭州，这次我是真的要彻底放下你了。什么？楼秘书离职了？真的假的？周哥，你真舍得放他走？消息不灵通了吧？我已经让我的 HR 去联系楼秘书了，据说还聊得挺不错。好你个秀玉，偷偷挖人是吧？不行，我也得让我的 HR 联系他。像楼秘书这种有能力又漂亮的员工，谁用谁知道。要不是看他之前在周哥那儿，我早就联系他了。还打不打？不打滚！我这不挺遗憾的吗？楼秘书跟了你3年了，外面那么多人对他蠢蠢欲动，现在你就把他放出来了，真不怕他跟别人跑了？他不会。你就那么有自信？你要想的话，可以试试。不想打了。周哥，你是说月月从碧云离职了，现在在找工作？啊！通知所有猎头公司，不允许给月月安排工作。既然已经离职了，那他就只能到我身边了。爷爷，我来看你了。爷爷，我真的做错了吗？可是我真的好爱她，但是她是顾家的女儿，是害死你仇人的女儿。爷爷，我真的好累。实在不好意思，娄小姐，我也是刚刚收到委托方的消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这么快？之前不是聊得好好的吗？不瞒您说，之前有很多家公司都在委托我帮忙联系您，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好，但是1天之内，这些公司都不约而同撤销了委托，这种情况很不寻常。您看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对不起，娄小姐，我们考虑之后觉得不太合适。十分抱歉，公司业务调整，这个岗位不招了。哎，你好，我是娄藏月。你打错了，我们不招人。文庭州，你是不是男人？来，文哥。嗨，娄秘书。文总，可以出来一下，我有话想问你。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我觉得还是私下说比较好。藏月姐，虽然过去我一直很崇拜你，把你当做榜样，但是你现在都离职了，还这样纠缠，会不会不太好啊？我今天不找你时，你最好也别给自己找不痛快。文总，我只需要5分钟。文总，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可不可以送我回去休息啊？可不可以送我回去休息啊？我先送你回去。谢谢文总。
等等，苍月姐，我知道你因为上次那件事情对我心存怨恨，就连离职了都还不甘心。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舒服，能不能让我先回去休息？就算我求你了。你不用求他。当初是你铁了心要离开碧云，现在又想回来，哪有那么容易？我们走。文总未免也太自信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重回碧云？既然文总不愿意私下说，那我就在这儿当着大家的面直说。我楼藏月自问在碧云就职期间，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就算离职，也是按照程序站完最后一班岗。说一句好聚好散不过分吧？但你却在背地里使阴招，影响我找下一份工作，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什么意思？文总不用给我装傻，这世上除了你，谁还有这样的能力和闲心干涉我找下一份工作？所以你找不到工作，觉得是我在从中作梗？不然呢？不可理喻。抱歉，罗小姐，您的简历不太符合我们的需求。实话实说，我们还是个初创公司，您的简历太优秀了，反而……没事，我能理解。月月，你去哪儿？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会打车。这个点是高峰期，不好打车。上来，我捎你吧。不会带我回顾家？放心，在你没同意之前，我是不会做违背你意愿的事的。上来吧。简历？月月，你在找工作？是。要不你还是回顾氏上班吧，别的我不敢保证。你回自己家企业工作，最起码不会受委屈。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是绝对不会回。月月，你年轻漂亮又有工作能力，你对文庭洲付出了这么多，你知道最终你们为什么还是会分开吗？因为你没有好的出身和家世，没平台没背景，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地羞辱你。文庭洲的选择太多了，你要知道，都是成年人，结婚和谈恋爱是两码事，你懂吗？文庭洲这么对你，难道你就不想让他后悔吗？再来一杯。女士，您今晚已经喝了很多杯了。没事，再来一杯。好。楼藏月，你闹够了！谁说我们是交往关系？对，你说的对，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因为你没有好的出身和家世，没平台没背景，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地羞辱你。邵世权，我答应你。文总，您还好吧？我没事，你先回去吧。那我先走了。楼藏月，给我倒杯水。楼藏月，我难受，给我倒杯水。我今天真是喝醉了，家里哪儿还有什么楼藏月？原来家里这么苦。
月月，欢迎回到故事，准备好了吗？走吧。大家欢迎集团新上任的副总楼藏月女士。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共事。月月呢，不仅是咱们公司的副总，她还是董事长。我初来乍到，对集团的业务还不是很熟悉，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先从市场部开始吧。好的，我们市场部上个季度业务的重心主要放在网络销售平台，通过扩大网络销售渠道，实现了业务的增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文庭真，离开你，我会努力让自己过得很好。上个月的 KPI 只完成了75%，有没有个人给我个解释？很抱歉，文总，但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呢。什么因？顾氏集团新挖过去一个副总，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抢走了碧云好几个大单。你的意思是说，顾氏新来的一个副总就打得你们所有人毫无还手之力？可是这位副总是谁？是我司曾经的首席秘书楼藏月。你说是谁？月月，还忙着呢。商总有事？咱们一定要这么生疏吗？月月，我们是一家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没有时间闲聊。商总有事可以直说。好吧，今天晚上收藏大师黄培元老先生举办了一场慈善拍卖会，邀请了各界成功人士参加。我是看你回到顾氏一直在忙，没日没夜的，你偶尔也要放松一下。这个晚会你陪我去吧。好。确实，也需要休息一下。文总，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拍卖会呢，好紧张啊，好怕自己笨笨的闹笑话。不用紧张，跟在我身边就好。那不是藏月姐吗？藏月姐，好巧呀，你也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吗？刚才我还担心，万一遇不到认识的人，会紧张尴尬呢。不过我记得今天的拍卖会好像邀请的都是各界名流，名额数量很少。藏月姐，你以前只是一个秘书，而且你都离职了，你怎么拿到邀请函的呀？是谁邀请你来的呀？什么意思？难道是有人想浑水摸鱼混进拍卖会？不会吧，看他穿的挺得体的，不像是那种人啊。谁知道呢？这年头什么样的奇葩没有？白柚，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装出一副单纯的样子很可爱？藏月姐，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懂。听不懂？你是不是以为只要你做出一副单纯无害的样子，不管说什么恶毒的话，所有人都不好意思说你？你以为所有人都跟文庭舟一样眼盲心瞎吗？藏月姐，你误会我了，我刚刚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你，毕竟我们也一起共事过，我只是好心过来跟你打个招呼，没想到你不领情就罢了，怎么还冤枉我？文总，你快跟藏月姐解释一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嘴笨不太会说话，你是知道我的，我没有什么坏心。楼藏月，这里是公共场合，差不多得了。先撩者贱，文总还是管好自己的秘书。我是拿着邀请函光明正大来的，不劳白秘书费心。他好像瘦了许多。都离职了还阴魂不散，你给我等着！凭什么你都离开碧云了，还能跟那么多上流人士搭上话？说不定你还在打着文总和碧云的旗号。看来我可要再想个办法。慧慧，你在洗手间啊？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今晚的拍品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才出来补妆的。那你可要看紧一点，听说今晚的拍品都价值不菲，要是坏了或者弄丢一件，我把你卖了都赔不起。我知道，为了怕弄错每件拍品，我都贴了对应名字的。
说起来，这次有个叫楼藏月，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居然捐了一件西周出土的白玉九尊，据说能拍出今晚最高价。真是羡慕他们这些有钱人啊！有了。先生们、女士们，尊敬的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本次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所得都将用于慈善事业。我正式宣布，本次拍卖会开始。对不起了，藏月姐，谁让你总是等我的路呢？现在有请第一件拍品，由天湖集团胡总提供的金玉观音一座，起拍价20万。25万，30万，40万，目前最高价是40万，有没有要加价的？40万一次，40万2次，40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有请下一件拍品，来自刚蝉联了第3次影后的超级大明星李若慈女士提供的永恒热恋项链一条。西西生日快到了，她是李若慈的影迷，拍下这条项链送给她当生日礼物，倒是很合适。35万。文总，我可以举牌吗？你也喜欢这条项链？一是实在喜欢，二是我发现它刚上来的拍品便宜点。虽然我知道您很有钱，但是我也心疼您花钱。不用为我省钱，喜欢就拍。100万。不愧是文总，竟直接叫价100万，100万一次，100万2次，110万，200万。好，现在文总叫价到了200万，这位女士还要继续吗？倒数3秒，3、2、1，时间到！恭喜文总将这条永恒热恋项链收入囊中。文总，你对我也太好了吧？就是我担心藏月姐会因此不太高兴。管她干什么？这段时间，我一直用高强度的工作来麻痹自己，本以为有些痛苦已经随着时间淡化，可为什么心里还是会有波动？下面为大家介绍下一件拍品，这件可就厉害了，来自楼藏月女士捐赠的白玉九尊，出土于西周。西周的九尊，还是玉器，这收藏价值肯定极高。这得多少钱才能拍到呀？一出手就是重量级的藏品。这楼小姐是何方神仙啊？商时序只说我准备了拍品，没说这么贵重。现在有请我的同事为大家揭晓白玉九尊的庐山真面目。楼藏月，你就得意吧，但马上你就得意不起来。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马克杯吗？什么西周的？我看是上周的吧？谁这么大胆，居然敢在黄先生的拍卖会上愚弄所有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楼女士，请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藏月姐，我知道你在离职之后心存不甘，一直想当着文总的面证明你自己过得很好，但你也不能在今天这个场合之下胡来。你快跟大家道个歉，认个错，别真的把事情给闹大了。这位小姐，你认识楼藏月啊？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他之前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前不久刚离职。原来只是个秘书，一个小小的秘书，哪来的这么贵重的古董？我们都被他耍了！敢耍我们，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保安呢？把他赶出去！楼藏月，这下我看你还怎么翻盘！这么重要的场合，商时序不可能拿慈善拍品来开玩笑。原来的拍品一定是真的，
玉九尊只是被人给换了，是他。诸位，我准备的拍品确实是白玉九尊，只是不知道被谁给换了。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我们又不认识，无冤无仇的，我们为什么要换你的东西？就是，那你说有人换了你的东西，你给大家说说，到底是谁换的？只不过是被拆穿，随便找个借口罢了，能说出来才怪。没记错的话，本次拍卖的邀请函是1人1函，中途不能离开会场，否则邀请函会失效。既然如此，那么真正的白玉九尊一定还在会场内，只要封锁现场，查一查监控，肯定能知道是谁干的。他说的也有点道理啊。对，还可以查监控，那就查查呗，万一真的有白玉九尊呢？很抱歉，刚刚收到消息说存放拍品的房间里外监控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用口香糖糊住了，缺失了一段记录。怎么会这么巧呢？刚好监控就被糊住了。藏月姐，你还是别再执迷不悟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白玉九尊，你别再欺骗大家了。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本来我也不想揭穿你，让你难堪，但是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藏月姐，你之前只是做秘书的，虽然你的工资是比普通人高一点，但是你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捐出一个价值不菲的古董吧？文总也是这么认为的。楼藏月，凡事适可而止。凭什么每次主动挑事的人不是我，但被要求适可而止的都是我？我偏不。我知道白玉九尊在谁身上，我知道白玉九尊在谁身上，在谁身上？你倒是说呀！我可以给那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他愿意承认错误，我可以不报警。藏月姐，你快别闹了，等下事情闹大了，可就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了。这句话我同样送给那个小偷，一会儿真的闹大了，可就没法挽回了。现在承认错误才是明智的选择。他肯定是诈我的，就算他怀疑是我换的，他也拿不出证据。我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偷吧，是藏月姐你瞎编的谎话。既然没有人愿意承认，那就别怪我让那个小偷求锤得逞。我可以看一下那个杯子吗？看杯子又怎么样？我这次可学聪明了，替换的时候不仅遮住了监控，还戴了手套，不会留下指纹，你找不到任何证据。这个杯子好像和公共茶水间的杯子不太一样。这是 VIP 室特供的杯子，杯底还有本次活动的 logo。原来是 VIP 室的杯子。你们的 VIP 休息室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休息吗？不是的， VIP 休息室是黄大师专门为重要宾客准备的，只有持金色邀请函的贵宾才能进入享用。本次拍卖会发出的金色邀请函总共只有5张。只有5张？这范围一下子缩小了很多吗？糟了，失算了，竟然没有注意到我随手拿的一个杯子，竟然是 VIP 休息室特有的。小偷，你现在还不愿意承认吗？偷窃古董，涉案金额巨大，是要吃很多年牢饭的。我今晚拿的是金色的邀请卡，但我一直在1号休息室里休息，也没动过休息室里的杯子，不信你们现在就可以进去查看。我在3号休息室，我也没动过。我是4号，我没注意这么小一个杯子，不过还不知道在不在。我跟娄小姐之前并不认识，我一个大老板也不缺这一个古董，我并没有作案的动机啊。范围越来越小，就算是 VIP 休息室的杯子，也不能断定就是 VIP 休息室的人干的吧？藏月姐，我想起来了，你在进来的时候出示的也是金色的邀请函，你也可以进入 VIP 休息室，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呢。对，我想起来了，他刚才拿的确实是金色的邀请函。我看这大概率就是你自导自演的吧。大家想想看啊，在座的各位能拿到金色邀请函的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只有你楼藏月籍籍无名。与其相信这些大人物会费尽心机去偷你一个杯子，
我更愿意相信是你自己不知道从哪儿偷的邀请函，想装逼被揭穿了，在这颠倒黑白，还把脏水泼到别人的身上。好狡猾的女人，我们差点就被她牵着鼻子走了。谁说我家月月籍籍无名的？这是顾氏集团的总裁，顾董事长公开认定的继承人商总。文总出席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没想到商总也来了。这拍卖会真是大人物引起。商总来了，看您一直不在，还以为这次您不来了呢。我要是不来，还不知道你们怎么欺负我们家月月。这月月的这件藏品是我亲手替她挑选的，中途被人调换了不说，你们竟然因为此事让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希望主办方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月月，你没事吧？我就说藏月姐怎么当初这么坚定的要离职，原来是搭上了顾氏集团的商总啊！我之前还担心她万一离职了找不到工作，现在看来是白担心了。不过商总这么维护藏月姐，他们两个之间应该不只是什么单纯的工作关系吧？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快去请黄大师出来。商总您放心，只是出现了一些小意外。小意外？我顾家的人被你污蔑成这样，你告诉我是小意外？那商总您看要怎么解决？彻查，在查清楚真相之前，谁也不准走。怎么办？这个楼藏月好像和商总关系不一般啊！商总要查，我们还能怎么办？难道你还要得罪顾家？到底是谁偷了娄小姐的东西？赶紧站出来主动承认！我要连累我们所有人。反正又不关我的事儿，我又不怕查。现场能与顾家抗衡的，想必也只有文总了吧？怎么办？马上要查到我了，不能让他们查出来。你怎么？文总，没什么，我就是感觉心口不太舒服，可能是里面太闷了，我想出去透透气。你确定是里面太闷了吗？当然了，文总，你知道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还有，娄藏月的9寸就在你包里吧？文总，你真当我是瞎子吗？你耍的那些小花招，我都能看出来。对不起，你慌什么？刚才装的明明挺好的嘛。既然现在已经装了，那就给我好好装下去。你愿意帮我，为什么？我讨厌一切和顾家有关的人。这位小姐，请配合我们调查。我的人，你们也敢动？文总，我们也是听命行事，请您不要为难我。顾家也敢在我文廷州面前撒野吗？我们走。文总，你这是去哪儿啊？我的行程不需要向你汇报吧？你想多了，我不在意你的行程，只是今天有人让我们家月月受了大委屈。我说过，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前，谁也不准离开。如果我非要离开，那你可以试一试。强月姐，你怎么能这样？你在碧云工作3年，文总对你有知遇之恩，你不能刚搭上商总就对你曾经的老东家恩将仇报吧？哎呦，你胡说八道、甩锅转移矛盾的本事，还是这么生硬和幼稚。强月姐，你太过分了！我过分？我平白无故被人泼了一盆脏水，还不能证明清白、查清真相吗？你的那个9尊被人替换，与我们无关。我知道你觉得我接替了你的位置，向来对我不满。有什么你冲着我来，别难为文总。演技不错，
可惜我不是文婷州，不吃你这套。藏月姐，我以前一直很崇拜你，羡慕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独立的女强人。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你今天一切的表现，都是依仗着商总的势力。商总，你恐怕还不知道吧？藏月姐在碧云的时候，还都是靠着勾引。我怎么做人做事，轮不到你来评判。我怎么做人做事，轮不到你来评判，反倒是你，你是个蠢货，这件事倒是有眼皆知。文总，藏月姐她又打我。楼藏月，感动我的人，道歉。文总，对我们家月月说话客气点，他只是打了一只苍蝇，自己都没嫌恶心，为什么要道歉？没事吧，月月？说疼不疼？没事。你让他碰你。文总管的闺蜜也太宽了，放开！你让我放开，让他碰你，你是这么随便的人吗？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放开！楼藏月，月月让你放开他，你没听到吗？痛！文庭州，月月已经不是你的秘书，请你今后离他远一点。文庭州，月月已经不是你的秘书了，请你今后离他远一点。文总，算了，藏月姐已经攀上商总的高枝了，她已经不可能再顾念我们往日一起共事的旧情，我们还是走吧，毕竟留在这块儿都惹人嫌。这位白小姐还没有接受检查，我说过，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谁也不准。哎呀，文总、商总，真是不好意思，怠慢了二位贵客。你的拍卖会上出现了小偷，把我价值连城的古董给调换了，这事你该给我个交代吧？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我说要来参加你的拍卖会，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搜身，这事儿你得给个交代。这，文总、商总，这件事我一定彻查清楚，保证给二位一个满意的交代。二位能否给老朽一个面子？毕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要是传出去的话……黄大师，我们家月月在这儿受了天大的委屈，你竟然说……月月，黄大师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多谢娄小姐，咱们休息室里谈。来，这边请。可恶！我这么好的计划，竟然还是让楼藏月走过去了，还差点惹得一身腥。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文总，您等等我。文总，对不起，今天是我……白佑，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把你留在身边吗？是因为我觉得你足够聪明。你以为你耍的那些小聪明能瞒得过我的眼睛？之前我不跟你计较，是因为符合我自身的利益。但是今天，你触碰我的底线。对不起，我只是太没有安全感了。藏月姐处处都比我优秀，我害怕。文总，对不起，这次是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原谅我这次。把酒樽自己还回去，要是被发现，我不会帮你任何。还有，你确实处处都不如他。楼藏月，全都怪你！月月，你刚刚为什么突然让步？那个白佑表情慌张，举止怪异，今天晚上的事肯定跟他有关系。我知道，白玉酒樽就在白佑包里。那你还……月月，你是心里还放不下文庭州，不想让他当众难堪是吗？我只是觉得没必要为了一个白佑服了黄大师的面子。
顾氏和黄大师还有重要的项目推荐，毁了一个白釉，不值得。你心里真这么想？当然，不然还能因为什么？你心里有数就好。哦，对了，下周爸过生日，爸想叫你回家吃个饭，你怎么想？爸想叫你回家吃个饭，你怎么想？我之前说过，我只是在顾氏工作，并没有答应要回顾家。我还是月月，顾家千金的身份不是你的累赘，他反而能成为你的助力。我想经过今天一事，你心里应该也能明白。你是还在因为高中那件事生妈的气？难道我不应该生气吗？你是一个成年人，成年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权衡利弊。或许你说的对，我考虑考虑吧。好。哎呀，自从藏月不来咱们家以后，这一家人聚在一起更沉闷了。你们父子俩都是巨嘴葫芦，也没人陪我说说话。既然两个孩子已经分开了，还提他干什么？还不是这个臭小子！哎，藏月那么好的姑娘，在我心里早就把她当成儿媳妇了。所以你到底为什么突然就分开了？我听说你身边多了个小姑娘，便是对不起藏月，被藏月甩了吧？是，你真的劈腿了？从小到大，我是这么教你对待女孩子的吗？那我能怎么办？她如果只是楼藏月就好了，但她是顾家的女儿。什么？我爷爷是怎么去世的？你们都忘了吗？今天是我们小周的生日，小周，你给爷爷说，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想要一个大大的蛋糕，还有一个奥特曼，咻咻咻咻咻，奥特曼打大怪兽。好，爷爷给你买。怎么回事？文总，是顾家的车队，咱们刚抢了顾家一个标，他不会被气坏坏啊！爷爷，小周，你和爷爷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车祸，你爷爷他已经……关键时刻，你爷爷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才保住你一条命。以后你要带着爷爷的希望，好好的活下去。是顾家恶意报复才害死爷爷的，我怎么能够娶顾家的女儿？妈，爸，我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也有心，我也会难过。爷爷是因为保护我才去世的，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背叛爷爷，只有我不行。其实，当年你爷爷的死不是人为，那是意外。我和你爸也调查过了，当时你还小，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记在心里这么多年。是啊，儿子，当年顾家因为女儿被人贩子抢走，着急追人贩子，没注意到你爷爷的车，才出现了意外。虽然你爷爷的死确实跟顾家有关系，但顾家并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是，当年呢，我们已经庭外和解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该放下了。我不相信，爷爷的助理明明说是因为爷爷竞标赢了顾家，顾家恶意报复他，害死爷爷的。当时那种紧急情况，助理也是随口猜测的。若真的是顾家心存歹念，为什么警方不去找他们的麻烦呢？有钱能使鬼推理，一定是顾家打通了上面的关系，所以才……儿子，你心魔太深，太偏执了。你爷爷去世，我和你妈也很难过。是，所以啊，这几年你接手家里的生意，明里暗里针对顾家，我们也由着。但是啊，凡事要有个度。今天我和你妈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千万不要做下冲动的决定。你从小就优秀，不需要我和你爸爸操太多的心。
但比起优秀，我们更希望你幸福快乐。当年顾家因为女儿被人贩子抢走，着急追赶贩子，没注意到那个车才出现的。文总，是顾家的车队，咱们刚抢到顾家一个标，他们会不会气急败坏啊？到底什么才是真相？乔小姐，乔小姐，文庭舟，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刘藏月最近还好？渣男，你还好意思问藏月？她都为你流产了，你还抛弃她，还找新欢来气她，渣男，真不是个东西！你怎么不去死呀？你说什么？放开我！你说娄藏月她流产了？什么时候的事？你不知道？哎呀，我乱说的，你听错了。文总，查到了，2个月前，娄藏月女士确实是在我们医院做过一次清宫手术。她当时身体过度劳累，导致意外流产，送过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1月13号。哎，白秘书，来跟我们也喝一个呗。小姑娘刚进社会，不会喝酒，你们这些人别教坏她。我找个能喝的。喂，娄秘书，半个小时之内到西宫。文总，我现在不太方便，我在医。放心，半个小时之内人必到。所以那天，他是刚失去了孩子，就被我找回来喝酒。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把这新到的衣服和包包都放到月月房间里整理好。是，夫人。哎，等等，最近天气冷，给月月房间多加床被子。是。哦，对了，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阿旭说月月爱吃辣的，多准备几道川菜。好。你歇息会儿吧，这些不用你说，佣人们呐会做好的。哎呀，月月好不容易答应回家了，我必须给她安排好，把最好的都留给她。啊，回来了。你不用紧张，如果顾家待得不舒服的话，随时都可以回去。月月，我们终于等到你回家了。顾董，顾夫人。外面风大，咱们屋里说。啊，对对对，进屋里坐，去里面。啊，那个阿旭，你带着月月在家里参观一下，我们去看一下饭菜，很快就可以开饭了。好，哎，我也去帮忙。走，我带你转转吧。这是你的房间，得知你要回来，妈紧急采购的，商场都快搬空了。这些是你小时候贴的，自从你走丢以后，爸妈一直没舍得把它们抹去，一直留到现在。还有这间房子，他们也舍不得搬走，就害怕你哪天想回来找不到家了。他们，你是他们亲生女儿，他们很爱你。走吧，再带你看看别的地方。月月，你多吃点，你太瘦了。我吃饱了。
饭菜不合口吗？没有，饭菜很好吃，只是我真的吃不下。没事，吃不下就放下，等会儿啊，让佣人给收了。顾董，顾夫人，我该回去了。你这就要回去啊？你不能再多待会儿吗？下次吧，还有些工作上的事要处理。啊，你爸爸明天过生日，在世豪酒店宴请了宾客，你能去吗？儿子，今天是顾总的生日，人家既然邀请了咱们就是来做客的。妈知道你放不下爷爷的事，但今天至少给人家个面子，知道吗？儿子，你发什么呆呀？我哥跟你说的话听清楚了吗？知道了。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来？苍月，你跟顾家和好了，你不是不愿意回去吗？也不算和好吧，只是最近想通了很多事，觉得可以试着接触一下。或许不是所有人都和我养父母那样，也许我该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他们一个机会。也是，毕竟人活一世，短短几十年，没必要跟自己较劲儿嘛。你以后可就是顾家大小姐了，姐妹，苟富贵勿相忘啊！我还能忘了你啊？哦，对了，有件事儿我得向你道歉，我可能给你惹麻烦了。什么事啊？就你之前来家里的时候，不小心把流产手术单落我那儿了，我正好想跟你说来着，但都被别的事儿给岔开了。你知道我流产的事？我知道它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昨天晚上在酒吧碰见文婷州那个渣男，我一时气不过，我就不小心说漏嘴了。什么？苍月，真的对不住，你骂我一顿吧，要不你打我一顿也行，我以后再也不喝醉了。好啦，真的没事，反正我跟文婷州早就结束了，他知道了也没事的。苍月，好啦，进去吧。刘明，苍月，有事可以和我聊聊吗？没这个必要吧？我不占用你很多时间，就2分钟。2分钟，可以吗？就2分钟。你要说什么？你最近过得好吗？文总，有事说事，我们之间现在应该不是可以互相寒暄的关系。我听你闺蜜说了你流产的事情，所以呢？苍月，我真的不知道。事到如今，你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你也不用摆出一副好像很愧疚的样子，我不需要你的愧疚，我也并不觉得可惜，反而很庆幸，幸好他流掉了，没有一个尴尬的身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这么想？你真的这么想？不然呢？苍月，其实2分钟到了，文总请自便。苍月，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不过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月月也不可能回到我身边来。他是我的人，我先得到他的。这句话你还真说错，我跟月月高中就认识了，要真论起来，也是我们先认识的，有你什么事儿？那又怎么？虽然他现在回归了顾家，但是你们最多只是养兄妹，他对你也绝对没有超过养兄妹关系的想法。你就这么确定？他是我教的，我了解他。那咱们走着瞧。是啊是啊，练得真是不错呀。月月来了，生日快乐！谢谢月月。顾总、顾夫人，这位是？她是……我是他们的女儿，我是他们的女儿。这就是小时候被保姆抱走，一直没找到的女儿。这是回来了？是啊，是啊，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咱们顾家今天可是双喜临门，恭喜恭喜！慢慢试着去接受我的新身份，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各位，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今天除了
我生日之外，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顾氏集团的千金回来了！哇，恭喜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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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月月是我们夫妻二人唯一的亲生女儿，感谢上苍，让我们一家人在20年后得以再度重逢。抱歉，你不能进去。我是碧云集团的员工，我凭什么不能进去？别撒谎了，人事部早就同步过了，你已经被辞退了，不再是碧云集团的员工，请你速度离开，否则我们就要报警啊！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怎么会？楼藏月是顾氏集团走失的千金，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难怪前2天就把我开除拉黑了，原来是因为楼藏月。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月月，这么晚就别回去了，跟我们回顾家住吧。不了，我还需要适应一下。啊，没事没事，我们能理解。你能承认是我们的女儿，我跟你爸已经很开心了。好啊好啊，慢慢来。我们啊不急，我让司机送你回去。这个就不要给我推辞了。大晚上的，你一个小姑娘，我们不放心。好。小姐，好像有辆车跟着我们。不好，他撞上来了！是突然冲出来的那辆白车救了我们。下去看看。文廷章，医生，文廷说怎么样了？我们给他做过全身检查了，好在他驾驶的车辆安全系数高，左手手臂骨折，外加脑震荡，并无性命之忧。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楼藏月，我这是在哪儿？楼藏月呢？她在哪儿？楼小姐没事，她昨晚把你送到医院，确定你没有生命危险就离开了。楼藏月走了。你放心，楼小姐走之前已经为你预存了足够的费用。好，我知道了。儿子，你没事吧？月月给我们打电话说你出车祸了，我和你爸吓坏了。就是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呢？是白佑，他开车想撞藏月，我就开车拦了他一下。你这孩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冲动，就算救人，也不能以身为盾呀。爸妈，我才知道藏月为我流过产，所以我更不能冷眼旁观，看着他遭受威胁。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以前是我亏欠他太多，现在我只想弥补他，表达我的歉意。苍月，你是来看我的吗？我问过医院，说你今天出院，毕竟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过来一趟。礼物我已经送到了，医药费已经结过了，我先走了。等等，我们现在已经这么生分了吗？温总，我已经不是你的员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算你是为了救我受的伤，但白佑是你招惹来的，这对我来说本来就是无妄之灾。你别指望我会对你感激涕零，过去种种，我不可能一笔勾销。我是个女人，不是贱人。我明白，但是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这是最后一次。我发誓，以后不会再打扰你。这是我爷爷，他死于20年前的一场车祸，肇事者是顾家。你说什么？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爷爷来学校接我。与此同时，顾家的被人贩子绑架，顾家着急追他，于是悲剧就发生了。我之前不知道真相，我以为顾家是为了打击报复才害死我爷爷。当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顾家女儿的时候，我很痛苦。我不能背叛爷爷，和仇人的女儿在一起。但是我们朝夕相处了3年，有了非常深的感情。在原本的计划里，我今年是打算向你求婚的。所以，你让白佑故意靠近，在我面前刻意维护他，是为了……对，我是为了报复你，但是我又下不去手。我想让你离开，但又放不开手。那段时间，我喜怒无常，反反复复，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今天跟你坦白一切，不是想为自己开脱，我只是觉得你有权利知道真相。谢谢你陪我走这一趟，穆地了，我们走吧。好。月月，你好不容易才回顾家，这一家人还没团聚多久，你怎么就决定出国了？我还没毕业就被文庭舟带在身边工作，看过的世界太小了，正好现在有条件了，我想出国再学习几年。你们放心，逢年过节会回来看你们的。孩子啊，有学习上进的心是好事，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支持。谢谢。月月，其实如果你这次出国是为了文庭舟，我觉得大可不必。其实高中的时候我就……哥，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法理上你都是我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家里就拜托你照顾了。我走了，爸妈。听到了吗？他刚才叫我妈了，还叫我爸了呢。咱们的女儿在外流落了这么多年，可她还跟小时候一样心软善良。是啊，我们以后要加倍的补偿她这些年的缺失啊。儿子，既然来了，怎么不亲自送送曹禺？不用了，我的出现会破坏他的心情。你就这么放弃了？放弃？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your economics professor, Win. 苍人，世界这么大，我只想跟你产生联系，请允许我用新的身份重新认识你。你们很大，我们慢慢